婚姻有3個真相，越早知道越好，但大多數人唔明白。第一，唔係話天下所有夫妻都會興趣相投，你唔好諗住喺到一個同你完全同頻嘅人，你中意玩，佢中意留喺屋企，你係一個成日要向前衝嘅人，佢中意生活安安逸逸。如果你夾硬要兩個人一模一樣，只會兩敗俱傷。第二，唔係天下所有婚姻都係由真愛開始，好多人的婚姻係因為合適，唔係因為深愛。因為婚姻嘅幸福唔單止靠愛情，更加關鍵嘅係經營。唔好成日睇住唔愛呢個問題，而係你應該去諗下點樣可以令到你哋呢段關係成為彼此舒服嘅存在。第三，唔係所有夫妻都三觀一致，三觀唔同唔使夾硬融入。喺婚姻裏面成日都係唔同，但係你又一定要相處。你想傾偈，佢卻想瞓覺。你係一個好認真規劃嘅人，佢係一個好隨隨便便嘅人。呢樣嘢好常見，有陣時俾對方自由重要過三觀相合。婚姻嘅智慧唔係在於遇到一個完美嘅人，而係在於你點樣去學識同一個唔完美嘅人過得圓滿。